牙，让金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一句誓言，苍天为证，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我以为江湖有多远，天涯竟然在我眼前。我以为我是有3000，却载不出一个圆。一生闯荡，侠骨柔肠，酒杯装不下隐恨的风霜。一纸荒唐，天各一方，是谁一生吟唱，爱恨两茫茫。我以为江湖有多远，天涯竟然在我眼前。我以为我是有3000，却载不出一个圆。如果再相见，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什么？你决定委屈自己？哎呀，我不同意。为了救醉月楼所有人的性命，为了维护我爹的尊严，我必须委屈。可是你我情同姐妹，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个黄花大闺女就这么让那个恶贼给糟蹋了呢？可是华姨，你应该清楚，人愿身上的官印烙痕，关系着多少一时的性命。多少人为了保护这个官印，不惜牺牲性命落入狗贼的手里。风尘霜霞，13铁骑，和他们比起来，我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是你受委屈也得受得值得呀。那些男人他们想些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只要女人一到手，这些男人是连看都不会再多看一眼的。哎呀，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那个姓潘的巡抚，他只是想玩弄你。你只要答应了他之后，他还是一样会派兵把咱们醉月楼给铲平的。这我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你甘心就这么白白牺牲了？哎呀，冬晴，你听我的，跟着我，带着大伙逃吧。潘如真已经派兵把醉月楼团团围住，要想离开这儿，比登天还难。如果真的要走，我必须留在这里，缠住他，尽量拖延时间。到时候，你一定要带着大家安全地离开这儿。那这样，那我就硬闯。你的武功好，是可以硬闯，可其他人怎么办？莺莺燕燕武功平平，马上飞得轻功时灵时不灵。万一遇上了什么事，你一个人顾得了他们吗？尤其是忍愿，他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你要将他平平安安地送到辽东，交到袁将军手中，否则的话，那么多义士们的牺牲就全白费了。就连朝廷里的忠良之士，也将遭到魏忠贤的残害。可是，华姨，你以前不是教过我，做任何事都应该先为大局着想吗？哎呀，我以前干嘛这么多话，还教你这个？只要我尽量拖延时间，你们就会有更充裕的时间离开醉月楼。刚才我已经让岳新川带着人院从密道先走了，莺莺燕燕我也让他们赶紧离开，希望他们能够真的平安无事。可是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呀。站住！哎呦，关爷，干嘛呀？这是吓死人了！是啊，关爷，
今天是我们家东晴姐出阁的大喜日子，我们2个人上街采买，晚上好给新姑爷潘大人夹菜。是啊是啊，我们一定买好多好酒好菜，晚上好好陪陪官爷。少啰嗦！大人已经吩咐，不论任何理由，不准踏出醉月楼半步。回去。潘汝贞，你这狗贼！我就是拼了命，也要和你同归于尽。你的喜日，一定会是你的忌日。为什么找我？因为你和我一样，都想取一个人的性命。你指的是谁？岳新川，你想杀他，是因为他是袁将军手下的13铁骑。我要他的命，是因为他是害死我兄弟们的叛徒。这个恨，我始终剧痛，没办法，只好求你了。杀了他，除尽了13铁骑，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你不必求我。可是岳新川，他手上有罗刹镖，不好对付。当年我也是因为这个罗刹镖，才能从你手下死里逃生。这个罗刹镖交给你，拿去对付岳新川，拜托你了。哟，走了。石破天，你的确不再是以前那个石破天了。虽然你我立场不同，但是叶某敬重你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大人，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伺候的不周到？用不着你在这儿伺候本府喝酒。去把杨冬琴给我叫来。大人，您喝点酒消消气儿。走。燕燕，肯定是你伺候的不好，得罪咱们大人了，还不赶紧出去？是花姨。哟，我说大人啊，您今天都是要当新郎官的人了，干嘛还这么大火气呀？哼，说的好听，新郎官，你有见过像我这样的新郎官，一个人坐在空房里面等着新娘的吗？哼，火气能不大吗？哎呀，瞧你，把自己说的那么委屈。要不，我陪您先喝一杯，您先压压火。他人要是不来，光喝酒这火我压不下去。你去告诉杨冬晴，别给脸不要脸，不识抬举。哎呀，这其实也不能全怪我们家冬晴啊，人家大姑娘家头一回出阁，心里难免会害怕嘛。害怕？她是朝廷钦犯的女儿。哎呀，大人，您这又是何苦呢？这冬晴她都已经答应您了。那就让她赶紧来。我告诉你啊，要真等本府动了刀子，这事儿就没商量了。是，我一定转告他。可是有件事儿，都到这个份上了，我就不得不告诉大人您了。其实，我们家冬晴以前有过婚配。你又在骗本府。这回是真的，而且冬晴这未婚夫婿也是个当官的，
大人你也许认识，是谁啊？就是神机营的千户大人，叶红影。叶红影？哎呦，看您那样子，是不是不想得罪他呀？太好玩了嘛！啊，叶红影和杨冬晴有过婚约，这事儿太好玩了。大人，您说太好玩了，是不是想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愿意放过冬晴了？华姨，我要老实的告诉你，叶红影这个人，我真是恨之入骨。她和杨冬晴有过婚约，那杨冬晴今儿晚上一定得跟我成亲了。我倒想看看叶红影知道我和他的没过门的妻子入了洞房，会是什么反应？走了，本来想拿叶红影吓唬的，让他知难而退，没想到却反而弄巧成拙。哎呀，别闹了，小少爷。这作业楼看来是出不去了。你说这狗屁壮士跑哪儿去了呢？这得猴年马月才能找到袁大将军啊！老太爷，您可看见了啊？我可真是尽力了，我尽全力了，我一直保护小少爷。你可千万别变成厉鬼来找我，这半夜这么老梦见你。老太爷保佑！老太爷现在能不能见到袁将军，我一点也不担心。我最担心的是姐姐和花姨，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哎，这一天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找找厨房还有没有什么吃的。哟，哎，花姨，哎，你们怎么还坐在这里发呆呀？什么叫怎么坐这儿发呆呀？发呆不需要道理，无聊打发时间呗。我们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你知道吗？刚才莹莹和燕燕告诉我，到处都有官兵守着，不准任何人离开醉月楼。那我不是已经让岳壮士送你们离开了吗？对呀，可是你的房间门口也有官兵守着，不准任何人进去。难道官兵知道了密道的通口在我的房间？那岳壮士呢？还提那狗屁壮士呢？什么壮士？早没人影了。不见人影了。哎，他不会是一知道我们醉月楼处境危险，他就开溜了吧？花姨，你老说危险危险，可是我没觉得有什么危险啊。你不是说醉月楼到处都有官兵守着吗？可他们没对我们怎么样啊。你懂什么呀？那些官兵还没有对付我们，并不代表我们就是安全的。哎呀，要不是冬晴答应和那姓潘的狗贼洞房，故意拖延时间，只怕我们醉月楼上上下下早就死光了。哎，等，你刚才说冬晴姑娘跟那个狗贼要进洞房了？是啊，我一想到冬晴为了救大伙，宁可委屈她自己，我这心里就难受啊。哎呀，花姨、马上飞，你们干嘛那么紧张啊？你们刚才说什么？姐姐答应洞房，那个洞房是什么意思啊？小少爷，不带你这样的啊！你读了那么多年书，哪能不知道洞房是什么意思啊？哎呀，我真的不懂，你就告诉我吧。那个师娘，这方面你经验比较多，你给教教孩子。什么呀？什么我经验多？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经验丰富了？花姨，你别对马上飞发那么大火了，他呀，可能也不知道洞房是什么意思。你快告诉我吧，洞房到底什么意思啊？哎呀，洞房就是……哎呀，这事儿怎么教啊？反正就是那个冬晴答应给那个姓潘的狗贼做妻子了。对。什么？我姐姐答应嫁给那个大坏蛋？那你怎么不劝他呀？哎，我劝了，可是他为了救大伙，尤其是救你，他宁愿牺牲他自己。不可以，不可以！我不能让姐姐嫁给那个大坏蛋，我绝不让姐姐给那个大坏蛋当妻子。
上我送给你的镯子，你就是我的妻子了。说什么呢？花姨和马尚飞都告诉我了，姐姐为了救我要嫁给那个大坏蛋，我不让。人月，听姐姐话。我不听，我不要你救我，姐姐。你放开姐姐，放开！你放开！别再缠住我了。姐姐，你说过最疼我了，可是你现在要嫁给那个大坏蛋，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呀？不许再哭。是。你不听话又爱吵，姐姐讨厌你，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弟弟，再也不对你好了。姐姐，我不相信你的话，你别不要我好不好？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姐姐，你就记住姐姐说的话。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许哭，像个男子汉一样，学会懂事，别再让姐姐为你担心。那姐姐，我不哭了。我乖乖的听姐姐话，可我不想让姐姐为我担心。潘汝贞这个狗贼，我非杀了他不可！哎，给我站住！你做事再这么冒冒失失，没有一点分寸的话，那冬晴的牺牲不都白费了？可是我不能看着火坑让冬晴姑娘去跳啊！够了，冬晴她已经够委屈的了，你还说这些无济于事的话干什么呀？人月，你记住，你屁股上的官印烙痕，关系着很多人的性命安全。如果它落在了坏人的手里，那天下的老百姓就再也没有太平的日子了。所以你一定要完成你爷爷的遗愿，把他安全的交给袁大将军，明白吗？我明白。可是姐姐，记住我说的话。华姨、马尚飞，你们赶紧想办法把人愿带走。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来，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姐姐，走啊，姐姐。行了，我的小祖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别哭，别闹了！大坏蛋，我必须得闹！哎，小少爷，哭累了，喝口水。你干什么？我不要！哎，小少爷别这样好不好？那你得答应我，让姐姐不嫁人，要不然我就一直哭。你看你，冬晴姑娘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决定的事谁说也没有用，你这不难为我吗？要是你没用。哎呀，不是马尚飞没用。连我都说不动冬晴了，更别提马尚飞了。要是英雄哥哥在就好了。如果英雄哥哥在的话，他肯定会帮我的。对呀，哎，这我怎么没想到啊？对，什么对？想什么想啊？那个鸟人和我们是仇人，他能帮我们这种忙吗？哎，这可说不定啊。人家冬晴告诉过我，他跟那鸟人有过婚约的。啊？真的？那以后应该叫英雄哥哥姐夫，还是应该叫姐姐英雄嫂子啊？哎，这八字没一撇的事儿，你个小破孩跟着瞎激动什么呀？有你什么事儿啊？哎，他们两个真有过婚约呀？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人家的事关你什么事？哎，你们想想，哪个男人他不爱面子啊？我就不爱面子。你不是男人。要是叶红影知道他未过门的妻子就要让人给霸占了，那他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我明白了，花姨是想借英雄哥哥来对付那个大坏蛋，不让那个大坏蛋跟姐姐成亲，对吧？聪明。什么聪明？简直就是笨！
他们都是官府的人，这种闲事他们能管吗？哎，什么叫闲事？这可是大事。而且那个潘汝贞，她告诉我，她跟叶红影的关系是水火不容。要是叶红影知道要拜上她为过门妻子的人就是潘汝贞的话，那她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太好了，那姐姐就不用嫁给那个大坏蛋了。哎，瞎高兴什么呀？没一撇的事儿呢。再说那个鸟人叶红影在哪儿，咱们都不知道。哎，咱们是不知道叶红影人在哪里，但是有一个人，他也许会知道。谁呀？你娘子。哎，进来进来，这里这里。相公，哎呀，相公！哎，说正事。你快告诉我们，英雄哥哥在哪儿？英雄哥哥？哪个英雄哥哥？我又不认识，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就是你之前说的，很可能被你爹扶走的那个人。嗨，你早说呀！我师公吧。管他是师公还是师婆，你赶快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你爹。那你们到底是要找我爹呢，还是要找我师公啊？你们找我爹干嘛呀？再说了，你们不是说了吗？我爹他是个废物，找着他也没用啊。就算你们找着他了，他跟你们说了，可说的不一定就是你们想要听的呀。就算是你们想要听的，可不一定那就是事实啊。就算那是事实，他说的你们能信吗？就算你们相信了，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王胜飞，你别急，你快告诉我们，你爹到底在哪儿？我爹，他没钱上这儿鬼混，肯定在家呢。你家在哪儿？相公。哎呀，相公，你要上我家提亲啊？哎呀，用力！哎，往下！哎呀，你们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快告诉我去你家路怎么走。相公，去我们家的路你别忘了啊！出门往南3个路口，然后左转，你会看到一个招牌，上面写着黑风堂，那就是我家了。相公，如果你要去我家的话，你别忘了带上彩礼哦。我爹他最喜欢这个了。黑风堂，快走！相公，哎呦，我怎么动不了了？哎，动不了了。再给你个大甜枣。呀哈，又不动了。太好了。哟。哎，腻！相公，你别不管我呀！哎，你娘子刚才说去她家的路，你记清楚吗？我记不太清楚，乱七八糟的，但是我能找到。你什么意思啊？哎，我跟你讲清楚啊，她不是我娘子，她比我娘都厉害，我烦死了。哎呀，不管是不是了，外面那么多官兵把守着，我们出不去。找叶红影的事啊，这回就全靠你了。靠我？你们出不去，我也出不去啊。哎，你不一样，你不是会飞吗？飞我是能飞一点，但是我非得有个条件，必须得实在是没辙了，我才能有这种飞翔的感觉。这个我们都知道，人月说他已经把办法都想好了。哎呀，花姨，他还是个孩子，说话永远不靠谱。他干啥呢？你自己看喽。小少爷，干什么呢？少爷。哎，小孩子玩火很危险的，你要干什么啊？看这是什么？火钳子。干什么用？烫你屁股。是娘，你过来的！别烫了我的！飞起来了！这办法不错啊！好高啊！能不能找到叶红影，就看你的了。好，等着我！能不能救得了冬晴，找到叶红影，就是最后的希望。这回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
救命啊！我下不去了！哎呀，躲开！哟，天上掉下这么大块肉啊！干什么你？谁的呀？这人嘴怎么长上边啊？嘿，你倒着，你嘴还不老实。哎呦，干什么你啊？本来前面疼了，现在后边也疼了。这回你嘴长上边了。呸！上我这干嘛来了？带见面礼了吗？我不找你，我找那鸟人。哎呀，鸟人，我来找你。找我？你我好像没什么交情。是没什么交情。我要不是看你快戴绿帽子了，我才懒得理你呢。嘿，你敢辱骂我师傅？我看你这分明是茅房里点灯。这不是成语吧？当然是，你找死！我说的是真的，他的娘子快被别人霸占了。娘子，他马上要戴绿帽子了。哎呦，我师傅又有娘子。哎呀，师傅，你有娘子啊？他娘子不就是我师母吗？哎，真是，师傅，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吧，你就闭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说清楚。姓潘的那狗贼，逼着冬晴姑娘跟他进洞房。什么？我师娘，你不熟，就是花姨。她告诉我说，你跟冬晴从小就定了亲，现在那个狗贼要霸占她。你说你是不是要快戴绿帽子了？冬晴现在在什么地方？在醉月楼，被官兵包围着。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哎呀，就这么走了？师傅，晚上带师娘回来吃晚饭啊？靠边！爷，花姨，马上飞怎么还不回来呀？快了啊，别着急啊。这马上飞啊，他可千万别飞过头啊。你说马上飞能找到英雄哥哥吗？这放心吧，他一定可以的。花姨，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但是如果马上飞真找不到英雄哥哥的话，那我姐姐真得嫁给那个大坏蛋了。我现在担心的不只是冬晴，这眼看着一个时辰就要过去了，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花姨，怎么回事啊？花姨，姓潘的那个狗贼开始抓人了。赶紧带人员藏起来啊！是，花姨，小少爷，快走，快！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放开我！走，是的，快走！潘汝贞，带进来！花姨，救命啊！花姨，兰兰，潘汝贞，放开他！给我识相点！你，我告诉你，花姨，时辰可是到了，我说过的话会兑现的。来人，在，把这个女子拖出去杀了！是。兰兰，杨冬晴呢？救我啊！花姨，杨冬晴，姓潘的，兰兰。姓潘的，兰兰跟你有何冤仇？你为什么要杀她？兰兰与我无冤无仇。那是为什么？哼，为什么？因为你。难道花姨没有告诉你吗？我在我的房间里等你，只要你不来，每隔一个时辰我就会杀掉一个人，直到你心甘情愿地从了我。潘汝贞，你，花姨，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告诉你，是因为我想找到周旋的机会，让你可以回到他的要求。啊，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你们都看到了，本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不想让人在你们的面前继续打架。该怎么着，你们自己应该心里清楚啊。等等，还有什么见教？我答应你，马上到你房里去找你。冬晴，此话当真？我杨冬晴说话绝不食言。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必须答应我。你说吧。我要你马上把包围在醉月楼的兵全部撤走。这，若是不答应，你将得到的也只是我的一具尸体。
好，本府答应你，但这是我最后的让步。我把丑话说在前边，你要再耍什么花招，到时候让你知道什么是后悔。冬晴啊，我不能让你再受这委屈。华姨，帮我看看包围的官兵是不是真的撤走了。我不想再让醉月楼任何一个人为我而流血。走，跟上！大人，醉月楼这群反贼狡猾多诈，你将包围的官兵撤走，万一他们趁机把顾县城的孙子也一起带走的话，那我们之前精心的部署，岂不都白费了吗？哼！锦衣卫纵横天下，我乃锦衣卫的指挥使，区区几个反贼还能讨得了我的手掌心吗？不要忘了，9000岁最想得到的是顾县城的官印图文。你把顾县城的孙子给我看紧了，一有机会你就把他拿到巡抚衙门，不得有误。遵命。官兵都撤了吗？也是我该履行承诺的时候了。姐姐，华姨不都说了吗？保卫醉月楼的官兵都走了，你不用嫁给大坏蛋了。你要保护我一起去辽东找袁将军。人渊，姐姐以后再也保护不了你了。你是男子汉，要勇敢，要学会照顾自己，知道吗？可是我舍不得姐姐。姐姐也舍不得人渊。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记住姐姐说的话，你以后不许再哭，要学会懂事。你身上的责任重大，绝不能因为一点小事让你爷爷和那些为了保护你而失去宝贵性命的义士们白白牺牲。你明白吗？我明白。可是，记住我说的话，人渊，姐姐想让你笑着。姐姐，你看我笑了。冬晴，我实在是舍不得。难道你就这么甘心，这么认命了吗？命该如此，我不认命，还能怎么样呢？刚才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就算我以死相逼，换来的也是姓潘那狗贼的缓兵之计。他真正的目的是人渊，一旦他的目的达成了，他一定会血洗醉月楼，而我也只不过是这次血案的一个添头。可如果我这个添头能给大家带来逃生的机会，我就值了。华姨，不要让我的付出白费，尽快想办法带人渊离开无锡城，离得越远，就越多一份安全。我会尽量拖住时间，但是能拖多久，我不敢保证。你说，你不知道你能拖多久？我明白了，你为了保住清白，不惜和那狗贼玉石俱焚，对不对？华姨，你就别再逼问我了。冬晴，我太了解你了。既然你了解我，你就知道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冬晴啊，照我的话去做，照顾好人渊。冬青姐，冬青姐，艾弟，冬青姐，她吵着非要来不可。冬青姐，你的事情他们都跟我说了，咱们姐妹一场，你听我的，别那么傻。你要向我学，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一定要嫁给一个你爱的人呀。谢谢你，艾弟。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有自己的选择。我衷心祝福你。
哎呀，冬青姐，你别走呀！冬青，你那位朋友已经告诉我了，你该不会已经答应潘如真了吧？你明知道我会这么做，你又何必再明知故问呢？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一直以来，我认为你是最了解我的人，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你既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你就更不能。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为了你，为了从小和我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你，还是为了和我有着不共戴天、血海深仇、杀父仇人的你？你就算不为了谁，也该为你自己吧。我为的就是我自己。我不甘沦落风尘，我想攀龙附凤，我想做一只飞上枝头的凤凰，我想风风光光做一个巡抚大人的夫人。我有什么错？我没错。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你说的是气话、反话。不，我说的全部都是真心话。我弟一生为官清廉，可是他最后惨遭杀害，冤死。而我一个人孤零无依，如今我想找个归宿，找个依靠，我有什么错？不，你并不孤独。我答应过杨伯伯要照顾你，我会照顾你的。不，站在我面前的是叶千湖叶大人，不再是我的红云哥哥。我知道你对我不谅解，但是你为你爹想一想，他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若是他泉下有知，知道你如此不珍惜自己，他能含笑九泉吗？那你呢？你又珍惜过自己吗？你是我爹的授业门生，曾是他的未婚女婿，他对你视如己出。如果让他知道你现在是为祸人间、残杀忠良的魔头，他能含笑九泉吗？为什么把我说得如此不堪？你一向都是最了解我的人。现在不是。一切都已经变了，真的变了。我们之间变得好陌生。我没有变，不管一切怎么变，我对你始终没变，跟从前一样。没变。我们之间就像这只已经断了的玉镯，虽然将它重新镶合，但是它还能回到原来的样子吗？当然不能。这道裂痕永远没有办法消失，我们之间也永远没有什么话好说。我要先走了，不能让潘大人久等。我最后再说一次，留下来。我也最后再说一次，放手。去救他，你算是个男人吗你？英雄哥哥，你快去把姐姐找回来吧，英雄哥哥！哎，冬青姑娘，谢谢你，马上飞。英雄哥哥，为什么不留住姐姐呀？我求你快去把姐姐找回来吧！我求求你了！别求他了，像他这种冷血无情的人，求了也是白求。鸟人，你没拦住冬青姑娘啊？那你飞那么快干什么呀？他想留，不用我求；不想留，谁求也没有用。还挺拽，你不去叫他，我去。哇，又到了我放风的时间了。哎，
哎，相公，你干嘛去啊？等等我！哎，你们一个傻一个蠢，怎么救人呢？去送死啊！哟，你终于来了，杨姑娘。不对，是娘子。你让我左盼右等，右等左盼，终于还是把你盼来了。你要干什么？黄花随风，尘缘未落地。铜镜离墨，胭脂红灯，远方一路烟雨迷蒙。月落无声，照一世浮萍。千回百转到了曲终，还不见你的踪影。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还不见你的踪影。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